后来继续来看进前咧推动的换发到数位身份证，但是这个隐私甲个人资料的保护拢无够周至，引发到真大争议。所以行政院伫今年1月宣布讲，这个计划来暂停。也毋过监察院的调查报告认定有欠点，讲主管的内政部应该爱检讨改进。早起内政部长徐国勇到立法院来说明，伊讲尊重监察院的报告，未来会定专法。 继续来办理。有一笔所得嘛。找行政院数位政委东方开直播推销政策，不过数位身份证也未杀出来，有关个人资料安全有真侪争议。去年底3个县市7万计划小煞动起来，行政院嘛伫咧1月底宣布计划暂停。监察院调查报告出来，要求内政部加强改进。 监察院的报告我们都尊重哈，不过它里面对于采购的程序一切合法他对于法治的方面，他也认为说制定专法可能是个比较好的方式。 徐国勇感谢监察院同意推动数位身份证，不过因为计划暂停，外界质疑已经买材料设备3亿外拍销。 爱专民出，没有什么呆账的问题这个中央银行中央印资厂也提出来讲了那这些设备以后还是可以用的另外，针对监察院要求强化法治和治安的防护，内政部会伫2个月内回答，未来卖以行政院的指示，伫咧专法制定了后，再来计划办理数位身份证。